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9月13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咱来看，顶个月香港有12个青年计划要偷渡来台湾，结果伫半中路就去互中国海警抓落来，到今也无任何消息。因的家属昨就开记者会，希望会当去甲因斗相共联络着人。新人也批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讲伊家己是香港人母亲，这个讲法根本就是空嘴无知。 有12位香港青年顶个月23想要偷渡来台湾，和中国广东海警抓来，并且掠去关押。到即马已经20几天拢无消息。香港立法會議員甲家屬12開記者會控訴港府。On the 21st day of the incident, the 12 Hong Kong people are held in an incommunicado detention, one of whom is even underage. 官虽然包干爸爸保护家己的身份，这12个香港人的家属第一遍公开希望大家斗相共救因的亲人。因毋但是无甲因的亲人通过电话，请中国律师提会面也被拒绝，向各单位要求斗相共也无结果。批評特首林鄭月娥也個好意思講，家己是港人的母親。我香港可以去幫佢哋落嚟。 帶佢哋返嚟香港，起碼我哋唔使牽腸掛肚，同埋見到佢。呢差唔多20日啦，都唔好受咯。我哋都成家人都好擔心咯，都唔知佢其實平唔平安啊？其實個人仲喺唔喺世上咯？家屬要求港府確實保障港人的權利，拒絕中國當局的官派律師。 要求當局提供適合的藥啊，予被拘留者，也會當甲親人通電話。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聲明加推特講，希望林鄭所講的保護香港居民權利，唔是講好聽爾。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是要求美國政客賣插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台灣媒體人張勝雄喺個 FB 講，伊捌協助5位香港反送中抗爭者。 伫今年7月18，自香港經過東山來到台灣，驗過已經過2個月啊！這5個人即馬一個被扣佇咧陸委會遐，希望會當幫助因的人趕緊鬥相共。陸委會回應講，外界流傳的信息對規個機制或者是個人可能會造成傷害，希望外界唔通做無必要的猜測，符合條件的人攏會予因必要的領導協助。記者綜合報道。 因為昨方面經過北部海面，氣象局針對全台灣18個縣市發布大雨特報，其中新北金山的北沿野溪溫泉傳出金山溪掉入咧溪埔，經過2點外鐘的搶救，順利把人救出來。金山北沿野溪溫泉昨過頭了後，大雨造成風溪漲起來，這個受困的查甫人是來爬山，因為厝道風衝過去對岸溪埔袂頂袂當。 因為串流警消無法度撩水過去救人，加在雨水較退了後，用2點半鐘把人救出來，好加在無大問題。自從政府講要開放有正8種的美國豬肉進口了後，爭議就一直無停過。國民黨就發起公投的連署，想要拒絕進口這寡有正8種的美國豬肉。針對這件代誌，台南市長黃偉哲是表示尊重，嘛希望政府會當公開資訊，讓消費者有選擇的權利。 捍衛台灣豬，捍衛台灣豬，來豬不要來，來豬不要來。拒絕300種美豬進口來台，國民黨發起公投連署，美豬上台各縣市集合反對力量。國民黨主席江啟臣甲前總統馬英九在日當地出席第1週的連署活動，兩個人除了簽署連署書，江啟臣閣較送內底賣來的電話。馬英九指出，美豬為了拍離歐盟、俄羅斯、中國的市場，美豬有達到6成無使用300種，蔡總統卻選擇有300種的美豬進口。 197個國家有160個都不用瘦肉精了，佔到81%。蔡總統上任以來，他決策的模式呢，就是8個字：一黨專政，一人獨裁。批評蔡政府唔但不了解國際情勢，也違背台灣利益。唔但喺北部國民黨高雄市東部，第2場陳德賢也帶領幾啊位國民黨議員響應公投連署，同時也公開呼籲高雄市民同齊參與連署。 有一句成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都不敢吃的美豬，你居然要進口，讓我們那麼多的百姓來食用。進口白色多巴胺美豬的部分，事實上目前的
流传在市面上的讯息是偏颇而不中性的，有更多的这个讨论，跟公开资讯，譬如说公听，譬如说讨论，我们觉得这都应该做的。身为执政党的台南市长黄伟哲对美地议题进行公道，也表示尊重人民行使投票权利，希望政府未来会当有更加侪讨论甲公开资讯，让消费者拢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风冰的影响，天气会较无稳定。咱做伙来看分图。今日透早，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气象局针对新北、基隆、北海岸等等的地区发布大水豪特报，要注意短时间的强降雨。过昼了后，各地可能会有雷公雨，尤其是山区要特别注意大雨。明仔载开始水汽减少，除了这方面会有阵雨，各地是侪云到好天。中昼了后会落雨，高温是伫32度到34度之间。拜二到拜五，风向转向偏南风，也是东南风。除了这方面的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当时会落短暂雨，其他的所在大部分是侪云到好天。高雄前镇昨日发生一起气体泄漏的事件，市府是赶紧封路。市长陈其迈表示，昨日暗时10点已经开始排除气体，将已经完成啊，嘛恢复通车。也若是事故的原因甲责任的追究，一定会调查好清楚。高雄市前镇区翠园北路社会局无障碍之家附近爆发疑似外泄事件，在暗10点已经先将疑似气体以2冰箱的方式排空，昨日开始连续进行分散作业，将残留的气体排出。在5点解封，好，那后续的包括说整个这个道路的这个的状况啊，也全部都解封解除，恢复正常的交通，好。回顾过的事件，当地民众伫案发2天前，就向当地里长反映，讲闻到真高的加速味，果然伫11下晝3点38分，消防局就测出疑似外泄，浓度一度达到8万 ppm。消防局甲环保局长拢陆续赶到现场，下昼4点20分，疏散管线的花温程度排空疑似管线。4点57分到5点50分，高雄副市长林庆莹甲市长陈其迈也先后来到现场。这个消防局要检讨啦，吼，离这个过程，吼，这个互大家较不方便，吼，这甲大家回息咧。陈其迈公开对媒体回息咧，因为事发时间伫下昼3点38分，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却伫尾仔5点半才自行现工，引起外界质疑，市府敢是调故意暗砍封锁媒体消息？这很恐慌哦，不是恐慌咩，很恐慌哦。上次那个事情很严重呢，那规条街啊一直崩落下去。就惊高雄起爆事件再度发生，市府除了紧急撤离附近挖近100位的无障碍之家住户，也紧急封闭附近300公尺的路段。无障碍之家主任表示，目前因安全的状况拢也良好，下礼拜一下看安全的情形了后，刷回中心。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苹果日报》。今年到目前为止，拢总有10个风台形成。气象专家彭启明指出，9月下旬会有热带性气流的扰动发展，预估可能会有3、4个风台形成。9月台无人知，秋天的风台是真歹溜掠，一定要特别注意。接落来看《中国时报》，劳保基金2019年底应该给付的统计，精算现值大约是11兆239亿，甲2018年底的10兆外比起来，今年增加负债有5600亿遐济。上尾来看《自由时报》。秋冬的季节就要到啊，新冠肺炎的疫情会可能会搁再压起来，所以真侪国家拢在烧钱要增发疫苗。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最近甲 COVAX 签约，确保台湾会当分配，也是买到一定数量的疫苗。咱来看详细报道。专家有笑，秋冬的带来第2波疫情，全球疫苗战，台湾要怎布局？卫福部长陈时中上节目时讲到，即阵台湾疫情相对稳定，注射新冠疫苗需求无这急迫性。更加指出台湾有等的本钱，引发是不是无够积极的质疑？陈时中在日时做出澄清。近期大概也会跟他们来签约，好，那就是能够确保，就是说在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平台，好，台湾能够确保我们得到分配到这样一定的疫苗的采购。然后第二个，我们国内的相关的这些疫苗的进行也都相对的顺利，我们也抱以期待。但市长表示，紧急授权是伫后期，等万的安全性观察也无完全的时阵，用头前的实验基础、科学证据来判定是不是法度紧急来用。而即阵有甲倒一寡国家洽谈，伊
是讲因为伫个卖方市场需要保密。另外，外界继续关心陈市长通过疫情、食安抑个健保这3件了后，是毋是会参选台北市长？伊表示了后拢唔知影，不过承认国民党蒋万安是真强的候选人。如果真的选的话，会觉得蒋万安会是一个强劲的对手吗？你把前面那个去掉，就后端蒋万安是不是一个强劲的候选人？那我认为是的。对着翠暗国家队陆续出问题，指挥中心要求翠暗爱当更印，有药师烦恼更印会被荒漠。但市长也表示，任何防堵方式拢可能有更较强的荒漠出现，大家用个斗阵来监控。而进前境外移入的菲律宾籍有新的发言人，新生理采检结果是阴性，囡仔无被感染。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新冠病毒的疫情还在滚加，全球的病例已经超过2800万例，91万人死亡。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暂时无增加病例，拢总是498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4900多例，日本超过75000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664万例，印度超过465万例，巴西超过428万例。欧洲的方面，西班牙超过75万例，法国超过40万例。疫情才拄开始的时阵，印度的确诊是增加无介紧，捌互人提出来讨论过。但是即马印度的疫情是直头变严重，一天就增加9万多例。有专家就认为讲，印度的病例可能真紧就会超过美国，成做世界疫情上界吃力的国家。印度是全球第2大新冠病毒确诊国。12通报超过9.7万例确诊，也让印度总确诊数突破465万，再加上1201人不治死亡，也让总被告人数超过7.7万人。虽然这波疫情已经在全球侵蚀挖近8个月，印度也为3月底都进行封城，不过印度也是有真侪农村居民对这场疫情完全无了解。印度的医疗团队到今嘛才下乡对民众进行防疫宣导工作。कोविड-19 बोल के खेड़ी में कुछ सब लोगों को पता नहीं है इसका। सिटी में तो सब लोग समझ जाते हैं, लेकिन हमारा गांव वाले में तो उनको मालूम ही नहीं रहते हैं। 印度是目前全球确诊病例增加速度上紧的国家，而且已经连续2天单日确诊突破9万例。干那经济大城孟买所在马哈拉斯特拉邦都有100万人确诊，外3万人病故。疫情也为原本的大城市拖到农村地区，这也是印度政府上烦恼的情况。有专家认为，就算是印度目前每天的体检能量会达到100万人次，也不过实际确诊数恐惊更较悬，上紧可能到9月底都会超过美国成为上大的确诊国。It'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numbers that are coming and by these the way it's spreading and by the way testing is improving, India would be at the top level for this by end of September or early October. 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顶日伫印度医学研究杂志发表的肺清检测报告显示，今年5月，印度可能都已经有超过640万人患着新冠病毒。随着印度为了降低经济冲击，陆续重启经济活动，目前恐惊也毋是印度疫情上严重的时阵。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海峡南海局势哪来哪紧张，不时有中国军机来咱的空域扰乱。有立委就指出，中国海上民兵的船自初九就开始包围东沙岛，海巡署赶紧跳出来驳回，这是无影无迹的假消息。另外，昨有一只美国军机飞向东沙岛的区域，学者就认为讲，这是咧对中国放政治消息。台海、南海是阵经济多变，立委讲，东沙岛对初九开始遭到中共海上民兵船只包围，经由 AIS 自动准备识别系统发现东沙岛四边拢是红点，已经持续超过60点钟，引发外界真大关心。对此，海巡署真紧澄清，东沙岛无被包围。包围东沙岛水域是没有这回事，这3天就监控就只有6艘。共军的飞机进入我们西南空域。它的船舰也压在西南的海域上面的时候，它实质上就达成了在阻绝了台湾跟东沙的连结。东沙岛地位真重要，伊负担防堵共军舰队对巴蜀海峡进入西太平洋，甲共军舰舰由浅海进入深海活动。立委认为，共军整合海空兵力，经由军机军舰达成高度目的，就此阻绝台湾甲东沙的连接，必须加以封闭。
另外，美军 EP-31侦察机12飞经巴士海峡飞向东沙岛去，外界解头除了执行侦察任务，也对中国释放政治信息，并不是很罕见的。从很长一段时间开始，美国在这块水域里面，包括台海的周边，以及像南海的周遭的空域，它就进行例行性，还有他认为所必要性的一些侦察的举措。将军航母山东号即阵正在渤海进行训练，辽宁号航母也正去会合，双航舰会进行组合训练，更加传出双航母可能同时展开射台行动，台海两方关系会更加恶化。不过学者认为可信度无悬。李将军进前在咱西南海空域进行海空联合演习训练，12在即天象山沿海佫展开军演。学者分析，将军最近动作应该佫伫甲美军来比较军事实力。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派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带团去厦门参加海峡论坛。中国的官方媒体《央视》报道讲，目的是台湾为着要求和来惹起争论。前总统马英九是认为讲，两岸若是佫唔沟通，就会真危险。不过，国民党的党主席江启臣是大力批评央视的言论，表示这是完全无法度接受。针对台海两岸对立局势议题提升，国民党要派出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带团去厦门出席海峡论坛，却互中国官方媒体央视讲目的是求和，引起议论。前总统马英九认为两岸佫无沟通非常危险。两岸现在完全没有沟通，如果能够有王院长率领的代表团去参加两岸论坛的话，我觉得是个好事情。马英九赞同王金平带团参加论坛，也毋过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对向中国求和的讲法表达强烈的不满，除了要求中国相关单位处理，也爱公开向王金平甲国民党道歉。这摆面对镜头态度坚决，表示两岸交流比武力性求和完全无法度接受。是交流，不是求和，追求和平追求和平是我们参加相关的论坛我们最大的一个目的。求和风波影响国民党声誉，地区党内也出现取消的声音。国民党团总调林为洲伫面册批评，既然对华正良无友善，海峡论坛不如卖见，若无就早国机器。批评无中华民国都无求治共识，互外界关注南洋敢是改变心意取消参加论坛。我们参加海峡论坛是为了交流，不是为参加而参加。江启臣无将话公示，另外央视摕到影片了后，中国国台办新会海峡论坛的主办单位态度放软，强调欢迎王金平带团出席，两岸拢是一家人，想要平息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才对开幕，就逼出人事的风波。台北市长郭文哲表示，音乐中心有家己的内部运作，市府会做好监督的责任。也若是针对精尖建设的经费缩减的这件代志，郭文哲是批评讲，中央无把有限的公共资源分配好势。大家有怀念我吗？口气轻松，主动甲媒体拍招呼。最近较反常，连续5天无接受媒体访问的台北市长郭文天，在参加西门商区活动。对9月初才开幕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疑似有人事斗争。董事长黄文玲在最近的临时董事会提出执行长彭贵康的改制案，经过出席的11位董事全数通过。北流发出声明，强调彭贵康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圆满结束。由于专业无符合未来发展需求，所以通过改聘案。郭文哲讲，事先已经有知影这项人事案。北部流行音乐中心它是一个行政法人机构的，而且是董事长制，所以基本上市政府还是会监督的责任，但实际运作还是他们北部流行音乐中心自己在处理的。在无接受访问期间，面册就是郭文哲发声的方式。进前郭文哲发文批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经费缩减，考说中央紧急打动无甲有限的公共资源好好分配。有前瞻2.0计划中大减开刀建设经费。新北市长侯友宜12日再向中央发话。新北市在这个轨道建设能够架起大台北的廊道，让整个大台北能够发展，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建设，不是只有新北，是大台北未来的发展。拜托中央给我们满满的支持。侯友宜表示，近年来新北市开刀建设真多，预估每年爱开200亿左右，加上原来预算，让新北市负担真重，希望中央给予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蒜头的饲草受到疫情的影响，而且无符合咱进口的标准，致使咱国今年进口的蒜头量大大减少，本土的蒜头产量嘛降低，蒜头是直直起价，蒜头的价格爱到当时才当稳定咧。
农委会是表示讲，就要看进口的蒜头，敢通符合标准，顺利通关。来到位于云林虎尾这间蒜头业者的仓库，因看到货架顶面贴满一包一包的蒜头。云林调查站接到线报，在下晡会同农业署来行前稽查，总共查到150吨蒜头，也有销破的资料。由最近蒜头价销是一直起价，是不是牵涉盘商大量囤货，也碰价情形，需要进一步来调查。案件也未立案，连云林县政府也希望检调应该查清楚。那如果是有刻意囤积这样的情形呢，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的哈。那我们希望就是查明真相不要去污蔑所有的这些农民哈。不过，这动作也引发立委苏迪芬伫面册顶面批评，伊讲往年囤货拢是100万斤以上。这仓库敢若放25万斤，根本无算多。这期背后有铁工伫甲扩大。而农委会主委但集中车闸出席活动时，表示已经有8个进口蒜头货柜顺利入关，最近的价销应该会慢慢稳定。只是在你伫菜市场的零售价销，蒜头有关无俗，也是有起价。你刚刚好回稳啊，这价销？哪有啊？今天比昨天高嘞。上个礼拜的价钱，你看上个礼拜的价钱还更低嘞。那消费者会抱怨吗？还是什么？没有几个人敢下手。买半斤，买1斤，现在都会买几颗就好了，5、6颗，用完再买。最近因为对埃及、西班牙这国家进口蒜头带头无符合检疫标准，无法度输入。农委会表示，已经做摆甲产地迄边来参详，渴望解决问题，所解国内欠蒜头压力。即阵进口蒜头陆续入来若是会使稳定供应，就使互蒜头价销落来。至于价销什么时阵会使回稳，农委会表示也需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是2001年9月11日，美国世界贸易中心双子星大楼受到恐怖攻击，造成约3000人死亡。到今年已经满19天啊！纪念仪式伫咧美国时间10日举行。总统 Trump、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拜登拢有出席活动来对峙受难者。911恐怖攻击19周年的纪念仪式，美国时间11日在纽约举行。今年拄到新冠病毒疫情，规模比往年缩小。这要在11个代表民主党参选白宫宝座的拜登，甲伊家后吉尔斗阵出席。离到场的也有前纽约市长彭博。恐怖攻击发生当时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也有出现。伫典礼现场，拜登拄到美国副总统潘斯，两人握手骨来代替握手。由已经继新的盖达恐怖组织领导人宾拉登所策动的911恐怖攻击，造成将近3000人罹难。尽管一日19年就过去，不过罹难者家属失去亲人的伤痛，到这阵依然无法度来平息。Daddy, not a day goes by where we don't think of you. We miss you and we love you. Although 19 years have passed, there isn't a day that goes by without a thought of you. My heart has been broken, and it will never be healed. 911迄天遭到第3架客机撞到，造成184人罹难的5角大楼，也在11举行对峙典礼。而拜登结束纽约行程了后，转往宾州的尚克斯维尔，也就是911迄天第4架遭到劫持的客机，联航93号班机落来所在，来出席对峙仪式。当时，这架班机顶面的40名乘客甲机组员合力制服4名劫机犯，造成客机最后落来。若无这架客机，可能直接去弄到白宫。而白宫11日举行纪念仪式，川普是伫赶往尚克斯维尔空军1号专机顶面举行默哀。Today we pay tribute to their sacrifice, and we mourn deeply for the nearly 3,000 precious and beautiful souls who were taken from us on September 11th, 2001. 911恐怖攻击，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唔但改变美国近代史，也改变全球反恐布局。尽管宾拉登已经在2011年的5月互美军拍死，不过对着经历这摆事件的人来讲，无论搁再过偌久的时间，拢无法度来抹平心中的悲痛。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透早，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气象局针对湘北市、基隆等等的地区发布大水害特报，一定要注意第一时间的强降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
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5度到32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25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王玉蝶是台湾真重要的作家甲语言学家，伊伫日本时代出世，亲身见证战后台湾政权演变的起路。这摆是台湾人争取独立出走天的最后又最大的机会。互伊决心要来推广本土文化，正在国际上研究台湾话的权威。9月19拜六下晡1点，现在王玉蝶的口述纪录片《回乡》就伫公视台语台。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真久无见面啊，我是元啊。咱今仔日要绍介是会互人这上、遐上的白琴。白琴是日语的外来语，写作母爱白可印琴。白是表示外来语的第9调，琴第2调。白琴通常伫较温暖、较湿的所在较多，尤其是伫天气较烧热的时阵。只要是定定湿湿、搁烧热的环境，都是真适合白琴生长的所在啊！乌生，今日甲我白上啦，我着香港卡啦。这上的。若是日日到暗，拢甲尾仔穿条条，翕伫袂通风的鞋仔内底，就真够得到香港卡。台湾的天气真烧热，真侪人拢会得到这款病。这无啥啦，只要照先生的吩咐落去食药啊、抹药啊，就无代志啊。啊，若白菌去喂着指甲，指甲会变高，湿地会变甲落落，佫会有歹味。一般咱就甲叫做臭甲。若阵白菌去喂着头壳，身躯的皮肤就会引起头癣还是皮癣。咬老寒的人皮肤会有一笪一笪白白，这叫做白癣。互白菌感染到的所在，定会痒，有时佫有小可疼疼，所以患者会一直去咬。不过一直咬是无法度止痒的，甚至佫会扭皮，皮肤会裂开，有时佫会发细粒的水珠啊。白菌产生的病症，虽讲大部分拢毋是严重的大病，不过得到嘛是真艰苦，真无爽快。若去喂着，就紧去互医生看哦。六白菌、香港脚、臭甲、白癣、扭皮、皮肤病、水珠。热天若是流真侪汗吼，就赶紧洗好清气，7号搭会当避免白菌的感染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